民间关心居住正义的团体崔妈妈基金会统计，5、6月份因为疫情，税厝的纠纷是增加袂少哦。伊嘛发现讲，9成以上的弱势族群生活歹过，佮无租金的补助，所以呼吁内政部要赶紧来提出紧急租金的补助。 疫情所致失业人数增加，崔妈妈基金会就统计，最近来查询租出法律服务的人变多。统计去年5、6月比较今年同期，受疫情影响要提租等等争议的，就对6件增加到63件，9成是弱势租厝者，佮提无租金补助。最大多数的反应还是告诉我们说是房东不准。那房东不准的理由，当然也是因为是税金的关系。那有的房东呢，甚至他租的地方就是一个不合法的地方。早运团体是批评，伫6月初纾困4点控，行政院还是无甲租厝者列入纾困。内政部营建署进前虽然扩大租金补贴到12万元，但要到8月才通申请，明年初才收会到，根本无针对疫情做调整。你的规划竟然是说到明年的时候才能够领到。 哦，那请问这样要怎么救急？要怎么救穷？你明年的时候他都不知道，已经流浪在街头了。下党派立委嘛要求内政部赶紧提出紧急租厝补贴的方案。崔妈妈基金会嘛指出，自发起弱势家户的租金纾困计划，募款将近200万，目前协助74个案，每天平均20个新案，呼吁政府纾困才是解放。内政部营建署是回应，相关部门已经有纾困补助，对法顶贴。搁爱整体来评估。记者丁阿文调随采访报道。